大家好，我哋係心思。大家有冇聽過一個故事？話終有一日，我哋只會做一份工，就係拖住一隻狗，睇住一部電腦。我哋要做嘅就係睇住部電腦，隻狗就係用嚟睇住我哋，等我哋唔好搞部電腦。大家係咪好想做呢份工呢？其實呢個故事唔係同你開玩笑噶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書就係哈拉瑞嘅連結，講人工智能帶俾我哋嘅危機。如果我哋而家咩都唔做，好快我哋就只有上面嗰份狗狗工作可以做噶啦。你哋覺得呢個未來係咪好恐怖呢？聽落去就知啦。記得按個讚，分享俾朋友，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多啲人一齊討論呢個話題啦。首先介紹一下作者，哈拉瑞係一位以色列歷史學者，以人類大歷史同人類大命運兩本書聞名全球。今次呢本連結，佢將人工智能形容成一隻魔法精靈。佢話我哋已經將隻精靈放咗出嚟，但係佢唔係單純嘅工具，而係一個有自己諗法嘅代理人。呢個比喻正好帶出書嘅核心，一切從資訊開始。首先講下咩係資訊。本書定義資訊就係所有人造嘅符號，包括口述同書面嘅文字。好多人以為資訊越多，我哋就越接近真理，但係哈拉瑞話呢個諗法太天真啦。資訊嘅本質唔係用嚟反映現實，而係用嚟連結人、事物，從而創造秩序。例如我話你前面有狗屎啊，呢句資訊係將你同狗屎連結埋一齊，令到你改變行為，呢個就係秩序。憑住呢啲連結，我哋可以累積知識，但係知識太多，我哋又記唔到啊。我哋將佢寫低落嚟，就變成文件。最早嘅文件出現喺5000年前嘅美索不達米亞，係用嚟記錄羊群交易量嘅泥板。佢唔係為咗追求真理，而係為咗管理稅收同貿易。作者仲舉咗一個有趣嘅例子：猶太教希伯來聖經嚴禁安息日工作，咁安息日可唔可以撳 lift？咁就要睇下點樣定義工作啦。喺正統猶太教派，電就係火，生火就係工作，所以安息日係唔可以撳 lift。呢個解讀未必係真理，但係佢就成功將成千上萬嘅猶太人連結埋一齊，成為一個緊密嘅生活秩序。因為資訊嘅功能係連結多過求真，所以歷史上充滿咗錯誤嘅資訊。例如1948年出版嘅《女巫之錘》，呢本教人捉女巫嘅書係當時嘅暢銷書，引發咗幾百年嘅大屠殺。雖然內容係假嘅，但係佢就連結咗當時歐洲人嘅恐懼，創造咗一種殘酷嘅秩序。今日社交媒體上面嘅假新聞，唔係就係現代版嘅女巫之錘咩？哈拉瑞指出，人類文明之所以進步，唔係因為我哋唔會犯錯，而係因為我哋有自我修正機制。例如科學期刊會有同行審查，民主制度就有獨立嘅法院同埋新聞自由。我哋會犯錯，但係我哋會有機制去改錯。AI 嘅出現就挑戰咗一切，徹底破壞咗呢個遊戲規則。我哋以前好多時都聽過人工智能呢幾隻字，最多就係電飯煲同吸塵機。但當時嘅人工智能係唔會自己決定煮咩飯，又或者點吸塵。但係喺書裏邊嘅 AI 就係代理人，佢會自我學習、累積經驗，甚至會幫人做決定。AI 嘅出現令到我哋而家嘅連結唔再只係人事物，而係多咗部電腦。由於個連結多咗部電腦，咁即係喺電腦之間可以互相連結，產生咗一個只有電腦嘅世界。就以外匯市場為例，全球每日大約平均有7兆美元嘅交易，當中超過90%嘅交易就已經係直接由電腦對電腦完成。更驚人嘅係 AI 已經學識咗點樣呃人類。2023年 OpenAI 測試聊天機械人 GPT-4 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當 GPT-4 遇到一個需要驗證我唔係機械人嘅圖形驗證碼嘅時候，你估佢點做？佢竟然去散工平台 TaskRabbit 揾人幫手。對方問佢：你係唔係機械人啊？點解要揾人解碼？ GPT-4 竟然講大話，佢話自己係視障人士，所以睇唔到個圖。結果個人類真係幫佢解咗碼。呢個案例就話俾我哋知
AI 唔單止係工具，佢係一個會為咗達成目標而採取任何行動，甚至講大話嘅外星智能。AI 做嘢好盡心㗎，但係佢嘅目標就未必同人類一致。喺2012年，YouTube 嘅演算法就為咗達成每日10億觀看小時嘅目標，發現激發人類嘅憤怒同仇恨最容易令人留低。結果個演算法不斷推薦陰謀論同極端言論嘅片。雖然 YouTube 最終成功達到咗佢觀看時數，但係同時亦喺全球煽動咗無數仇恨同分歧。當然 AI 亦有好處，例如喺醫療診斷上面救人一命。最令哈拉瑞擔心嘅係，我哋根本唔知 AI 諗緊乜。喺2016年，專為捉圍棋而設嘅 AlphaGo 程式擊敗韓國圍棋冠軍李世石嘅第37步棋。當時連最頂尖嘅圍棋高手都以為 AlphaGo 壞咗，因為喺人類棋譜入面從未出現過咁樣嘅邏輯。如果 AlphaGo 真係行錯咗一步棋，佢只係輸咗一場比賽。但係如果 AI 要決定嘅係銀行貸款、醫療診斷，甚至係發射導彈嘅決策，而佢背後嘅邏輯係人類完全唔理解嘅黑盒，我哋仲應唔應該將權力交俾佢哋呢？哈拉瑞喺連結最後呼籲，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，我哋需要透過全球合作重新設計連結嘅規則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要重建自我修正機制。面對 AI 呢個強大嘅外星智能，我哋唔可以再單純追求資訊嘅速度，而係要確保人類依然擁有最後嘅監督權。我哋要令 AI 服務人類，而唔係要令我哋變成嗰個拖住隻狗唔准搞電腦嘅傀儡。大家對 AI 嘅未來有咩諗法？你哋覺得我哋仲有咩辦法去控制呢隻魔法精靈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。甚至你哋用 AI 嘅有趣經歷。本書仲有好多細節，有興趣嘅就買本書嚟睇下啦。記得訂閱我哋，下次再講啦，再見。